起，坐椅。双手同行。准备起，移扣手，长颈凤仙，上膝，下左。 坐椅，移扣手，先跪，抬起双手接，抬起坐椅，双手同行。 准备起，移扣手，长颈凤仙，上手居中。坐椅，移扣手，先跪，抬起双手接，抬起坐椅，双手同行。 准备起，移扣手，长颈凤仙，坐椅，移扣手。 先跪，抬起双手接，准备起坐椅，双手同行。 准备起，移扣手，长颈凤仙，座椅，座椅。 三扣手，移扣再扣，三扣手，起，坐椅，各归摆位，同座椅，归。 三扣手，移扣再扣，三扣手，起，
开班。新力义和110，新力义和爱祥单位和合成单位，民国115年6月份，青少人才精湛班开始，向吴启劳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恭请主权人开班致辞。恭请主权人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主权人好。主权人好。